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讲推。5减3，这咱拢知，就是2。若2减2000是啥物？咱过3秒钟来解答。2减2000，就剩2人。这当然是在讲笑话。总是，咱若去问较细汉的囡仔，2减2000，的确伊会讲迄无法度减。若看希腊时代的数学，嘛是安尼，就是讲减是为一条线内底摕掉的意思。要减，就要为较大的额来减较细的额，无通为较细的额减较大的额。现代的代数系统却会当为细的额减大的额，这是为着咱有负数的缘故。有负数的数或者整数，咱要来看整数是安怎发明的。设使咱知影自然数这项物，自然数有啥物路用？咱讲自然数通3天，天法、数值有关是自然数；自然数通3乘，乘法、数值有关是自然数；自然数通3比拼，就是若通找到一条自然数册，互 r 加册平平码，安尼就叫做 r 平平也是较细过码。过来，若是 r 加册平平码加册，就知 r 平平码；若是 r 乘册平平码乘册，就知 r 平平码。自然数还有下面所讲的性质。大省、天法甲乘法拢有翕方值，就是凊彩2条自然数3天，数值有关是自然数；凊彩2条自然数3乘，数值有关是自然数。第二，天法甲乘法拢有结合律，就是 r 加码加册平平 r 加码加册 ，r 乘码乘册平平 r 乘码乘册。第三，天法甲乘法拢有交换律，就是 r 加码平平码加 r，r 乘码平平码乘 r。第四，天法有单位元，叫做0；乘法有单位元，叫做积，就是 r 加0平平 r，r 乘积平平 r。第五，乘法对天法有分配律，就是 r 乘码加册平平 r 乘码加 r 乘册。第六，自然数无零因子，零因子是一条毋是0的数，搁通找到一条毋是0的数，含伊乘，数值是0。咱讲自然数无零因子，意思就是，若是 r 乘码平平0，若无就 r 是0，若无就码是0，无可能 r 甲码拢毋是0。若是看咱所捌的整数，有缘会使3天、3乘、3比拼，就是自然数有的性质，伊拢有。前差搁加一项性质是自然数无的，就是整数的天法有逆缘。咱讲凊彩一条整数 r， 拢通找到另外一条整数码，互 r 加码平平0，码就叫做 r 的逆缘。设使咱简单知影有自然数，也毋知影有整数，要安怎为自然数生整数出来？我先写一项物 ，r 甲码拢是自然数，甲 r 甲码用月买点箍起来，所有的即款物成做一个集合册。安尼，即个 r 码是啥物？检彩有人讲这就是分子，总是未前讲到 r 码的性质，就毋知伊是啥物碗糕。咱来讲伊头一个性质，检彩有 r 积码积、r2码2这两项物。设使 r 积加码2平平 r2加码积，就讲 r 积码积平平 r2码2。看一个例，2×3平平4×5，因为2加5平平4加3，安尼就知这项物毋是分子。
因为分子的2、3和分子的4、5各样。第二个性质，册内底的元素通3天，比如讲 R1 镉1加 R2 镉2，所得就是 R1 加 R2 镉1加镉2。因为自然效的天法有翕方德，所以 R1 加 R2 有关是自然效，镉1加镉2有关是自然效。就是讲 R1 R2 镉1镉2有关是册的元素，可见这册的天法有翕方德。第三个，册的元素通3乘，乘的法度是 R1 镉1乘 R2 镉2，平平 R1 乘 R2 加镉1乘镉2 ，R1 乘镉2加 R2 乘镉1。自然效的乘法甲天法有翕方德，所以这册的乘法嘛有翕方德。第四个，册的元素通3比平，若是 R1 加镉2，平平也是较小过 R2 加镉1，就讲 R1 镉1，平平也是较小过 R2 镉2。比如讲0、3，平平也是较小过2、0，因为0加0，平平也是较小过2加3。知影这个性质，咱要来证明这册和整效无各样。通天、通乘、通比平，就是咱所定义的性质。天法甲乘法的翕方德，拄则讲过。搁来看天法敢有结合律。通安尼算，就知天法有结合律，乘法的结合律嘛通用同款的手路来证明。天法的交换律就为自然效的交换律来，乘法的交换律嘛是同款的法度。天法的单位元就是0、0，因为 R 镉加0、0，平平 R 加0，镉加0，平平 R 镉。乘法的单位元就是1、0，因为 R 镉乘1、0，平平 R 乘1加镉乘0，镉乘1加 R 乘0，平平 R 镉。乘法对天法的分配律，就是为自然效的分配律来的。天法有逆元 ，R 镉的逆元就是镉 R。来看 R 镉加镉 R， 平平 R 加镉，镉加 R， 平平 R 加镉 R 加镉。因为 R 加镉加0，平平 R 加镉加0，所以 R 加镉 R 加镉，平平0、0，就是 R 镉加镉 R， 平平0、0。这0、0是天法的单位元，可见镉 R 是 R 镉的逆元。用逆理法来证明册无零因子。设使 R1 R2 甲镉1 镉2是册的零因子，就是 R1 R2 毋是0、0，镉1 镉2毋是0、0，搁 R1 R2 乘镉1 镉2平平0、0。为 R1 R2 毋是0、0，就知影 R1 毋是 R2。镉1 镉2毋是0、0，就知影镉1毋是镉2。咱甲这拆做两个组合来看 ，R1 平 R2 较细的组合，甲 R2 平 R1 较细的组合。若是 R1 平 R2 较细，就通找到一条自然效车，互 R1 加车平平 R2， 所以 R1 R2 平平 R1 加车，因为 R1 加车平平 R1 加车加0，所以 R1 加车平平0车。因为0车甲镉1镉2是册的零因子，所以0车乘镉1镉2平平0、0。用乘法甲伊填开，车乘镉2，车乘镉1平平0、0，所以车乘镉2加0平平车乘镉1加0，车乘镉2平平车乘镉1，就是镉2平平镉1。这和咱所讲镉1镉2毋是0有同对。若是 R2 平 R1 较细的组合，嘛是同款的手路。
得到买一变变买两，和咱所讲买一买两毋是零有同顿。可见这册无零因子。既然正效有诶性质，册拢有，就通讲这册就是正效。咱甲顶面所讲诶摘要搁讲一摆，先用自然效生册这项物，定义册诶天法、生法，甲三比拼诶法，证明这册甲正效诶性质相像。安尼就是为自然效生正效出来。今仔日讲到这，感谢收看。若有意见请留话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